1、2、3。哇！我見到係呢邊，係咪呢位男士啊？好。都係要支持香港電影啦，即係最簡單一樣嘢。因為戲啲即係睇啲新演員啦，同埋呢套戲今日係第一次睇，將會可能都會睇好多次㗎啦，我都會再同人 share 嘅嘛。因為我覺得冇咁籠統啦，其實即係電影我哋係要慢慢欣賞啦。可能第一次睇入邊好多樣嘢要大家分析，即係等於好似 UFO 咁，我哋睇咗可以去到嗰個票房，我都想呢一套戲要再升好多票房，因為我絕對係支持香港電影嘅，就係咁簡單。多謝你，多謝，好有熱血啊！好似我哋 Happy TV 嘅同事咁樣，好有 passion 啊，係嘛？好，最後少少時間，每個議員都講有句觀眾同觀眾朋友講下，有咩説話係咯？好。咁啊，睇完呢套戲，希望大家係繼續喺唔同嘅 platform，我哋想呢套戲可以有 keep 住有個討論度，咁俾大家知道呢場戲係值得大家去睇，而希望可以繼續咁樣可以拍多更多好嘅作品俾大家。多謝你哋。加油！女容咧？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套戲裏邊都揾翻一啲感受啦，因為我自己睇嘅時候，我都係有好多感覺翻嚟嘅。雖然係2年前拍嘅，咁就唔劇透，希望你哋好好 enjoy 啦，多謝。最緊要 enjoy 啊！觀眾，你又有乜説話想同觀眾講啲？之後嘅嘢唔講啦，首先撐咗一個夢梅嘅誕生先。如果唔係之後都唔知有冇之後。多謝大家。你哋堅持住就有我哋嘅支持㗎啦。阿棟咧，又問下阿棟先。我喺度呼籲下啦，希望大家幫下手。睇完如果中意嘅話，或者有其他任何意見或者觀後感咧，希望可以幫下我哋呢部電影喺 Movie6嗰個購票平台嗰度留言，同埋俾翻個5星好評我哋，同埋俾翻導演嘅作品呢部《一個部門的誕生》，好多謝你哋。麥天小導演嘅第一部作品，導演最後交個時間俾你，有冇説話想同觀眾講？係啦，就係唔阻大家欣賞呢套戲啦。我希望大家中意，希望唔會令大家失望。多謝大家。咁大家好好放鬆，拋低你哋嘅煩惱去enjoy呢一部電影啦，好冇？多謝導演同埋咁多位議員，不如上到嚟我哋第 B 行嗰度啦，B